選擇合適嘅網站寄存基礎設施係影響網站性能同埋可擴展性嘅基礎決策，直接關係到企業嘅線上形象與業務發展。喺 Webcox， 我哋根據企業獨特嘅運營需求同埋未來規劃，指導佢哋評估共享、VPS 同埋獨立主機選項。每種寄存類別服務於唔同嘅使用場景，具有特定嘅優勢同埋限制。了解呢啲差異，有助於做出明智嘅投資決策。共享主機為初創企業同埋小型企業提供可及嘅入門選擇，係最經濟實惠嘅方案。多個網站喺單一服務器上共存，喺用戶之間分攤運營，成本大幅降低入門門檻。呢種安排適合宣傳網站同流量適中嘅博客，以及啱啱起步嘅線上業務。然而，當鄰近網站經歷流量高峰嘅時候，資源競爭會發生，可能影響你嘅網站性能同埋用戶體驗。對於優先考慮成本而非一致性嘅企業，共享環境提供不可否認嘅經濟優勢，但隨住業務增長，升級需求將不可避免。虛擬私人服務器喺共享物理硬件內提供專用資源，係成長型企業嘅理想選擇。每個 VPS 喺隔離環境中運行，擁有保證嘅處理能力、內存同埋存儲分配，確保穩定嘅性能表現。呢種配置消除咗由其他租戶引起嘅性能變化，提供更可靠嘅服務質量。不斷增長嘅電子商務企業經常喺共享主機限制期擴展時遷移至 VPS， 以支持更高嘅流量同更複雜嘅應用需求。經濟性與可靠性之間嘅平衡，使 VPS 對經歷穩定流量增長嘅成熟運營具有吸引力，係過渡期嘅最佳選擇。獨立主機將整個物理服務器專屬分配俾單一客戶，提供最高級別嘅控制同性能。呢種安排為處理敏感數據嘅高流量應用提供最大控制、安全性同埋性能，適合大型企業同埋對合規要求嚴格嘅行業。企業級金融平台同大規模運營經常需要獨立基礎設施，以滿足合規義務同性能基準，確保數據安全同業務連續性。如果你當前嘅寄存配置限制業務增長，或你對安全性有更高要求，請與我哋嘅寄存專家聯繫，確定邊種解決方案最符合你當前需求同未來發展軌跡，為業務成功奠定堅實基礎。